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心裏有數唔快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咁啊，見到中間位置跑得好快喎，咁啊走幾步已經帶咗出嚟啦。大面箍第2位順善寶啊，第3位出邊走上去第2位嘅馬呢，咁啊仲有日日獎啦。埋邊運來勇士內欄第5位藍衫起行啊，出邊黃衫呢就福國寶啦，後多層啦。橙眼罩淺藍衫星火燎原啊，中間夾住金多喜啦，內欄大約尾4到啦，天下寵兒啊。後啲嘅馬匹啦就大眾快區心裏有數啊，暫時殿後係運來5寶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嘅馬咧就跑得好快嚟嘅，跟住響第2位咧就日日獎響中間，外邊黃衫就福國寶第3位，中間第4就運來勇士啊，第5位外邊冚嘅馬有順善波大面箍啦，揈出去外邊橙色眼罩星火燎原啊，等入邊呢，咁啊仲有起行啦，馬林後邊先叫啲天下寵兒金多喜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跑得好快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中間追上嚟嘅馬有順善寶，出邊星火燎原啊，後多層仲有金多喜。最出嗰邊係運來5寶嚟㗎，最後100零米星火燎原佔先，順善寶第2位，出邊運來5寶衝上嚟好勁啊，接近終點星火燎原贏啊，跑第2名，運來5寶呢就喺外邊追上嚟，咁啊埋邊係順善寶，中間夾住金多喜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星火燎原。寶馬贏翻場啦！外邊呢隻運來5寶都追好多，跑第2啊！第3呢，黃衫啊金多喜，係咪稱先啲呢？同入邊順善寶需要影相。好啦，收到生日禮物啦！星火燎原隨於石馬房贏馬，第2名嘅大外檔喎，運來5寶啊，3、4名好近啊！金多喜啊，定係順善寶呢？望落就好似11就稱先啲嘅，咁啊，但係咧臨尾啦12嘅順善